有一句英文諺語叫做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， 魔鬼在細節裏面。好多時候都係嚟形容我哋如果細心去考察一啲嘅事情，好有可能揾到一啲隱藏嘅意義喺裏面。如果忽略咗呢一啲，就會導致到失敗。我以前做 programmer 嘅時候就好明白呢一個道理，因為有好多時候啲 software 唔能夠正常運作，都只不過係因為寫錯咗一句指令，就會令到所有嘢完全運作唔到。有陣時捉蟲就只可以由頭到尾逐條 line 嘅 program 去檢查，但係我調轉頭去諗，當我哋越對某啲事情嘅細節有更多嘅認識，我哋又或者會產生對嗰種事情嘅興趣。好多時候因為能夠解答一啲表面冇辦法解答嘅疑團，最後呢啲尋根究底嘅行動，好有可能就會成為我哋嘅興趣。咁咪變成咗 The angel is in the details 咯。其實當我哋睇返好多興趣嘅發展，最初都可能係盲目地學習一啲嘅基礎，不求甚解咁完成某啲嘅動作去做，好難談得上話去享受。就好似我最初去整饅頭，其實失敗又再失敗，都冇辦法做到軟熟好味。經歷咗可能有成10次嘅失敗，慢慢明白到溫度、時間、猜麵團嘅功夫、水溫、酵母嘅狀態等等，全部都係變數。到最後終於掌握咗，每次再整饅頭都可以成為享受。除咗煮嘢食之外，可能你嘅興趣係音樂，無論邊一類型嘅音樂，當你越盡心去認識，可能係演奏嘅風格、樂器嘅發揮、聲線嘅運用、歌詞嘅意境，嗰種嘅 details 其實真係可以超越我哋嘅想像啊！我哥哥好鍾意打 golf， 我雖然一無所知，但係每一次我聽到佢講嘅時候，嗰種嘅 details 真係多到癲啊！發球嘅技巧、球桿嘅應用、當時嘅風速、場地嘅地形、草地嘅特性，呢一啲咁複雜嘅嘢，只會享受嘅人先至可以享受。你又同唔同意我話 angel 都可以喺 details 裏面呢？